電與百姓嘅生活息息相關，係經濟騰飛嘅支撐，係城市發展嘅動力。澳電立足澳門，服務澳門，以建設智慧能源發展為目標，構建高效、安全、低碳、經濟、共用及永續發展嘅現代化智慧能源體系。澳電透過數字化技術，推動管理模式同運作模式嘅創新，提升企業嘅整體智能化水準同內外協作效率。2024年，澳電嘅電動車充電網絡覆蓋97%嘅公共停車場，智能電錶全面覆蓋澳門。澳電強化咗數據資產管理，不斷提升可持續性工作機制，結合人工智能安全技術方案及數據驅動安全運營中心，澳電嘅變電站網絡安全保障體系，確保數字化管理嘅安全合規。澳電嘅11362工程夯實咗數字基礎設施底座，提供咗強有力嘅技術平台支撐。6大數字化應用，實現業務價值同技術支撐嘅雙重目標。數據係澳電嘅重要資源，透過智能變電房嘅傳感器同埋數字嘅技術，我哋可以實時咁監測到設備嘅運行情況，更加簡單同埋高效同埋可視化地去安排我哋嘅維修工作，從而令到電網更加穩定。加上利用咗智能電錶系統嘅數據監控平台，我哋更加掌握到客戶嘅用電嘅情況，為優化電網供電嘅方案提供咗更加準確嘅依據。澳電以能源新質生產力為引擎，喺數字化發展嘅道路上全速前進，為澳門提供亞洲領先嘅優質能源服務，助力澳門城市嘅高質量建設同高水平發展，守正創新，源源進步。